依家比賽正式開始，有請正方香中文大學主辯梁嘉玲同學。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喺2001年，本港產生嘅都市廢物達614萬公噸，較99年多咗100萬公噸。依照呢一個趨勢香港嘅3個堆填區將會喺2015年爆爐。而根據香港旅遊協會所在，一個原定喺99年2月喺香港舉行嘅國際會議，因為香港高度污染而取消。而美國總商會仍然會上書北京，要求改善香港嘅污染問題。由此可見香港嘅污染問題已經係迫在眉睫。要改善呢一個問題，環保工業就正正係不可或缺嘅一環。因為單靠立法管制或者係教育係唔夠嘅，教育唔能夠令銅鑼灣嘅空氣變得清新，立法亦都唔能夠將廢物變翻做有用嘅資源。根據香港環保工業協會嘅準則，環保工業係包括從事設計、建設、製造及提供環保系統、環保產品或再造產品嘅工業。而辯題所指嘅直接資助，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資助嘅定義係提供財政上嘅援助，例如撥款、貸款、撥地、稅務優惠，以至係貨物嘅提供。故直接資助就係指將以上嘅資助直接提供予受助，即係今日嘅環保工業。既然要搞好環保工業目標係要改善環境，咁事實上政府如果直接資助環保工業，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呢？首先嚟睇下空氣污染方面啦。點解現時本港嘅車輛仍然能夠全面推行使用污染較低嘅石油氣作燃料呢？問題就係在於石油氣公司喺欠缺市場之下，就唔會有推動力去增加加氣站嘅數目，我哋就白白浪費咗一個減低污染嘅機會。但係假如政府能夠撥地與石油氣公司作加氣站，就能夠吸引更多車輛選用石油氣，而空氣污染嘅問題都會有所改善。而喺回收再造業方面，現時本港嘅廢物回收率只係得30%幾，浪費咗好多可以循環再造嘅寶貴資源。事實上，我哋又見到好多再造紙廠因為欠缺土地作回收中轉站同埋儲存廢紙嘅用途，導致經營困難倒閉。佢哋所需要嘅即係政府直接資助一啲土地，甚至只係租金嘅優惠，就能夠大大減輕佢哋經營成本。再造回收業亦都得到幫助，為香港減少咗固體嘅廢物。如果單靠立法或者教育，又點樣能夠令廢物嘅數量減少呢？而從事設計或者研究環保產品嘅工業，對改善污染問題都有好大嘅貢獻。但係現時一啲規模較細嘅公司，雖然都有信心去研究一啲對環境有幫助嘅科技，亦未必能夠承擔需要龐大資源嘅研究計劃。但係假如欠缺咗政府嘅直接資助，我哋就會喪失咗一啲對環境有幫助嘅新科技。而有啲乜嘢其他嘅資助方法較政府嘅直接資助嚟得有推動力呢？最後，香港污染嘅一個主要嘅源頭係嚟自國內嘅跨境污染，嚟自珠江三角洲嘅空氣及水質污染對港人都有重大嘅影響。但源頭唔係香港喎，港府係難以管制。反之，現時港府可以即時做到嘅就係直接資助環保工業，鼓勵佢哋喺珠江三角洲拓展市場，售賣以及投資一啲有助減低污染嘅產品，以協助處理污染嘅問題。以上嘅例子就足以證明咗政府係如果直接資助環保工業，你見到佢嘅急切性同效益。最後，我想問有關同學，現時香港污染咁嚴重，我哋應唔應該直接資助環保工業呢？如果要，點樣資助？多謝各位。辯方表現9個時間為4分零8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反方主辯鄧澤棠同學。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問咗一個問題，就係而家污染問題咁嚴重，我哋點解決？我哋係咪都要
叫直接資助環保工業？嗱，留心一樣嘢，污染問題嚴重，我哋環保係好重要，但係等唔等於我哋要直接資助環保工業先？我一步一步嚟，首先要睇下要唔要直接資助環保工業，到底環保工業係啲乜嘢？有方同我哋講，環保工業跟住環保香港環保嘅協會話俾你聽，就係從事設計、製造、循環再造或者節約能嘅產品，就已經係環保工業啦。冇錯，我哋都同意呢個界定，但係喺呢個界定入邊有好多嘢原來都係環保工業嘅產物嚟嘅喎。有方同又知唔知道啦？不如舉個例，例如慳到電嘅慳電膽，佢節約能源，所以係環保工業。減少空氣變質嘅空氣淨化機，減少污染，又係環保工業。可以俾生物化解嘅番梘，都係環保工業。唔使用電能嘅太陽能計算機，又係環保工業。我有幫同學，一個咁含糊嘅環保工業定義，試問如果政府要全面資助所有環保工業嘅時候，要俾幾多錢？到底佢哋資助緊啲乜嘢？唔通全部都資助700億財政赤字？大家擺在眼前，唔通我哋又唔使考慮呢一樣嘢？嗱，如果有幫同學話，我哋唔係全面資助嘅，我哋有審批，我哋可以有部分環保工業批佢哋㗎嘛？咁問題就係呢一部分個審批標準又係邊一度嘅？有幫同學真係睇我條例清楚咁話俾我哋聽下。嗱，講咗咁耐直接資助，咁到底乜係直接資助？大家有知唔知道？你話俾我聽個定義。有幫同學話，直接資助就係提供一切資金上嘅援助，包括嗰啲撥地啊或者貸款咁樣。但係根據政府嘅定義係咪咁樣？我哋今日講緊港府嘅問題。港府嘅定義，直接資助就係直接以金錢援助，即係直接俾筆錢佢。有剛才所講嗰啲撥地，其實係間接資助嘅。要扶植工業，香港從來嘅做法係點樣？香港從來做法都唔係直接俾筆錢佢。點解？因為俾筆錢佢，直接俾錢係有3個弊處。第一係不自管，好多時候呢啲公司經營困難或者資金有虧蝕，係因為佢本身嘅成本架構有問題。唔係直接俾筆錢佢哋做到帳面收支平衡就可以解決佢哋財政問題，因為俾筆錢根本冇改變到佢哋嘅蝕本成本架構。咁有方講，你得咁樣做就叫做幫咗佢咪？治標唔治本，其實咁即係做完佢哋繼續蝕錢，繼續用政府嘅錢，唔通佢年蝕，政府就變咩方法？所以直接俾錢根本唔能夠幫佢啲公司轉虧為盈，自力更生。第二係不公平。香港一直以嚟工業政策上面，從來都唔會直接俾錢補貼一個行業或者係個別機構。點解啊？因為咁樣就會將資源集中喺一個行業或者係一啲企業上面，對其他行業或者其他企業造成唔公平嘅情況。有幫同學，我哋不嬲扶持工業嘅方法都係提供嘅營商環境，而唔係直接俾錢㗎。第三就係不可行，政府俾錢環保工業做得點俾法咧？係俾賺嗰啲唔俾蝕嗰啲。賺嗰啲你賺緊錢，政府冇理由仲俾夠錢佢啊！蝕嗰啲，政府點解要幫佢咧？大家諗下，佢自己經營不善，互相蝕本嘅時候，咁點解政府要負上呢個蝕本嘅責任啊？唔通佢年蝕，政府真係點樣有幫到？由此可見，直接資助環保工業不但會造成不治本、不公平同埋不可行嘅情況。我有幫同學，你想證明今日嘅辯題，請先回答下面4條問題。第一，到底你哋環保工業嘅界定係？會點樣批錢你嗰啲公司？批邊一部分？其實佢哋標準又係乜嘢？第二，淨係俾錢環保工業呢一個行業，對其他行業係咪唔公平？第三，政府點解要幫呢啲經營不善蝕本嘅公司承擔咗一個蝕本嘅責任？最後，俾錢根本就改善唔到佢原本嘅成本架構，全歸我哋自力更生。有冇同學有覺得點樣可行啊？多謝。4分0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一部麥怡芳同學。主席、評判、在座各位，首先非常多謝反方學成，香港問題好嚴重，我哋要做一啲嘢。但問題係應唔應該直資呢？嗱，其實有方同學舉出一啲邏輯嘅問題㗎，佢就話啦：我哋唔知道資助邊啲，咁係咪應該唔資助呢？我哋首先冇話我要全面資助，我哋有審批嘅機制。嗱，點解我咁講？我哋唔係不負責任㗎。就正如而家香港嘅政府做緊嘅運動員基金咁樣，佢話資助運動員喎。咁早前渣打馬拉松18000個運動員咧，咪全部都資助啊！我哋有審批機制，點解你會信唔過我咧？有方同學。另外啦，有方同學。
哋就話啦，我哋政府唔係話咁樣㗎，我哋直接資助淨係俾錢咁樣嘅。嗱，但係我哋就問過工商科技局嘅新聞主任許建籌先生，佢同我講話，香港政府暫時係冇特別指明乜嘢為之直接資助，乜嘢為之間接資助啦。嗱，咁跟住有人話好難定義，咁係咪真係冇得玩呢？唔係㗎，我哋睇翻世界貿易組織係點樣講啊？佢就話啦，政府提供財務嘅支援，令行業得到直接嘅得益，咁呢個就係直接資助。有可能我講咗個定義你唔信，但係你又講唔出有啲咩問題？究竟有可能你立場係乜嘢？你定嘅乜嘢？其實呢個邏輯問題唔難明白㗎。嗱，就好似我而家要開間環保嘅工廠咁樣，我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爭得你。而家有個好慷慨出嚟同我講話，嗱，我俾得你啦，你爭得俾得你啦，咁樣唔夠直接咧，有班同學，呢啲唔係直接資助係乜嘢？有正如我剛才所講，而家香港環保問題已經係岌岌可危嘅。我哋面對住短、中、長期影響。短期嚟講，會影響外商撤資，影響旅遊業。英國商會嘅行政董事夏偉康就同我講，環境污染係影響外資決定嚟香港投資嘅最重要因素啊！香港過去因為環保問題蒙受損失係無法估計。有方同學要面對呢個問題咧。另外中期嚟講，堆填區就係爆滿㗎啦，你知唔知道咧？香港而家每日產生18000公噸嘅廢物，相等於192部雙層巴士，比起10年前高出1倍。3個堆填區喺10年之內將會爆滿。有方同學，你點樣幫啊？有方同學？另外長期嚟講，曾蔭權早前講過，香港嘅目標就係要可持續發展。有方同學，如果你唔支持環保，你點樣做到可持續發展咧？嗱，好明顯，有方同學今日冇提供任何一方案，佢淨係反對我哋直接資助。咁究竟有方同學你想點？你冇講過大集反對我哋一個可以改善環境嘅方案，究竟有方同學你負唔負責任？事實上，我方認為啊，為咗政府嘅利益，香港政府係有責任處理環境嘅問題。而我哋確信環保工業係可以彌補其他方法不足，有助改善上述嘅問題。今日我哋見到環保工業面對一啲實際嘅困難，例如啲乜嘢咧？佔建築廢料佔咗堆填區嘅固體廢物42%，有見及此，香港有相關嘅研究。潘志新先生設計出環保磚產品，希望可以改善建築廢料嘅問題，但係佢遇到困難，遇到乜嘢困難咧？就係因為冇人肯可能肯投資俾佢，就搞到佢冇創業基金，呢個環保磚遲遲未能推出市面。另外，藍廢紙、黃鋁罐、非膠樽，大家都聽得好多啦。大家知唔知道非膠樽啲膠樽回收咗之後係全部抌去堆填區？點解？係因為膠樽嘅公司因為成本過高買唔到機器，一部壓碎膠樽嘅機器要150萬，佢哋正就係爭呢一步，就係冇錢去買嗰部機器。就算俾錢啊，我哋都可以幫到呢啲咁嘅廠商。你有可能點解要忽視我哋嘅問題咧？反而想知道有冇話你反對我哋直接資助有乜嘢原因，同埋你反對之後你有乜嘢其他嘅方案啊？睇翻外國例子啊，好多國家都有直接資助環保工業㗎，例如美國同埋日本咁，佢哋已經喺20年前已經直接資助環保工業。今日我哋見到佢哋嘅環保技術係走在世界嘅尖端，反而香港嘅環保工業就偏偏係逐漸萎縮。有方同學究竟點解？最後我想有方同學證明幾樣嘢。如果有方同學你要推翻今日辯題，你第一要證明環保直接資助有絕不可取嘅缺點。第二，你舉出一啲比直接資助更加有效嘅方法去面對上述嘅問題。多謝各位。正當一要討論時間，正當係要某個時候追求分，現在有請反方一半陳寶如同學。主席，慶豐在座各位。主席，慶豐在座各位有方力同學，我好遺憾，佢今日言論發展到呢度，有方同學都唔明白直接資助呢4個字點解。其實香港貿易發展到已清楚界定，直接資助即係直接俾錢環保工業，其他一切嘅援助措施，譬如話批地，譬如話貸款，全部都唔係直接資助。環保署講得好清楚，政府係唔會從來都唔會直接資助環保工業，所以現行嘅批地貸款，其他一切優惠政策都唔係直接資助，只係間接資助嘅。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佢哋支持今日嘅政策，支持政府直接資助，你希望推動環保意識，我就覺得好奇怪，係咪一間公司可以推動到環保意識，你就直接資助佢？如果係賺緊錢嘅話，佢點解要你資助？如果係蝕緊錢，你係咪佢蝕100萬，你就俾100萬佢？佢蝕1億，你又俾1億佢咧？究竟你嘅政策推動嘅目的標準何在？我哋有同學講話，我唔需要擔心㗎，我哋有審批嘅標準，
我哋講，佢話佢哋最需要嘅係乜嘢？佢哋最需要嘅唔係政府嘅直接資助，佢覺得環保工業最大嘅困難係在於佢回收嘅成本好高，回收好困難。點解好困難？因為大家環保意識唔高，唔主動參與環個廢物回收唔到，所以我就建議大家不如一陣間去回收下自己剛才用辯論時候嘅材料，咁先係真正幫到佢哋，而唔係話直接俾筆錢佢哋嘅。有個同學不停咁問我哋，有冇其他措施可以幫到環保工業？有，呢個世界有好多措施可以幫到環保工業，但絕對唔係直接資助。不如我哋睇下外國嘅例子啊。歐洲喺70至80年代去推行環保工業，但係用嘅方法係乜嘢？唔係直接資助一個工業啊，佢哋靠嘅係立法，以法律嘅手段係支持環保工業。立法其實我哋嘅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峰講過，我哋係以法規去推動環保，而唔係直接資助佢哋嘅。透過立法有好多好處，譬如話，如果政府立法強制市民一定要參與廢物回收活動，我相信我哋嘅市民都會大家都會參與，因為垃圾會分類，呢先係幫到嘅環保工業㗎。其實除咗歐洲之外，喺埃及係點樣推動環保工業啊？可以透過購買知識產權同埋生產技術嘅許可證，引進先進嘅環保技術，扶持自己嘅環保工業，降低佢哋嘅生產成本。呢啲先係幫到我哋環保工業喎。乜有幫同學要轉唔得啦？其實政府仲可以做嘅嘢好多，佢可以以身作則，但係帶頭做自己嘅環保產品。你諗下，如果政府全部都用廢紙嘅話，全部都用廢紙、廢物去再造紙嘅話，其實要幫環保工業好多，為環保工業營造咗一個市場，令到佢哋有生存嘅空間。最重要都係教育我哋市民，等佢哋明白到環保嘅重要性咯。呢啲先係真正扶持緊環保工業，呢啲先係治本治標嘅方法。點解有幫同學硬係唔相信？硬係要直接將嚿錢俾起環保工業先係幫到佢哋咧？其實我最後想問有關同學嘅問題，其實面對住700億嘅財赤，政府根本就唔夠錢用，你只係倡議直接資助環保工業，究竟筆錢點嚟嘅？錢從何來？呢先係最根本嘅問題。我希望有幫同學可以直接回答我上述嘅問題。多謝各位。有請政綱義部陳亮同學。首先，我今日要指出嘅就係今日我哋要進行一場辯論比賽。辯論比賽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舉出嚟嘅例子，叫係真憑實據。有個同學剛才竟然話歐洲等等國家係絕對冇直接資助嘅，但係我話俾你聽喺歐洲、荷蘭、德國等等國家，佢哋政府係有撥款等等措施去俾佢哋嘅環保工業嘅，撥款都唔算係直接資助。另外啦，有個同學今日就出嚟認為直接資助定義只可以係俾錢。有個同學係咪新年過咗冇幾耐，你收利是收得足？直接資助入邊淨係諗住錢。有個同學今日如果有一個人，正如我哋嘅辯員講過，如果有個年青人要做生意，佢嘅父親俾笪地俾佢，咁樣唔叫直接資助係乜嘢啊？我就真係覺得好直接啦！有個同學，直接資助係咪要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攞住一箱嘅現金拎佢哋台頭擺低打埋開，俾埋啲現金你，咁樣先叫直接資助？有個同學，今日你就認為我哋冇個審批機制，今日你竟然要求我哋講出個審批機制話俾你聽，咁樣先至能夠去推行個計劃。有個同學，我想話俾你聽，正如舉個例，當初政府梗係推出我哋大學生嘅助學金貸款等等呢個計劃嘅時候，政府係咪應該有個目標？我哋要幫助有心求學嘅人，唔會因為經濟上嘅困難就失去求學機會。會唔會先話嗰個細則係點樣？將所有細則列咗出嚟先至去決定話行呢個方向？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個方向性嘅問題先？有幫同學，有幫同學咧，今日就認為佢嘅立場其實咧就仍然係未清楚。雖然講咗兩位議員啦，點解咁講？今日佢作為反方，佢反對呢條辯題。佢開頭就認為我哋嘅定義唔清楚，所以唔應該資助。但係咧，佢就之後又有論點認為，今日我哋財赤問題嚴重喎，唔應該直接資助。
我想問下，呢一陣你嘅辯員義父同你見面請出嚟同我哋講清講楚，究竟你今日係因為定義不清等等問題認為唔應該直接資助，定係因為純粹因為政府係財赤問題所以唔應該資助？如果係財赤問題嘅話，如果冇咗財赤，今日你係咪應該要贊成我哋應該直接資助環保工業？我哋咁樣嘅干預市場，政府如果直接資助咗咧，就會造成好干預嘅市場。佢就提出可能佢因自由經濟有幫忙，就係因為呢種心態導致今日自由市場其實就造成咗自由污染，令到我哋社會對我哋政府對呢個環保問題等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啦。照有方邏輯認為等等自由經濟就唔能夠資助環保工業，咁有方案。如果有一啲工業有一啲項目真係對我哋社會有嘅話，係咪就絕對唔可以執行？因為冇錢喎。有幫同學，我想話俾你聽啊，其實就喺積極不干預政策之下，佢嘅創造者夏鼎基前任財政司亦都曾經講過，自由市場不等於政府乜都唔做就走旁觀嘅。而環保問題正正就係我哋今日香港因為出現咗市場沙，所以我哋要直接資助佢。有幫同學，有幫同學，今日請你喺餘下時間出嚟同我哋講清楚你嘅立場。究竟今日你唔資助環保工業原因係乜嘢？係因為政府冇錢，定係定義不清楚，定係你純粹出嚟為辯論而辯論，純粹反駁我哋嘅論點咧？有方嘅同學，有方同學，今日你始終唔明白直接資助嘅定義。我想喺你以下嘅立場同我哋講清楚，點解你認為你政府嗰個直接嘅定義淨係俾錢先係啱嘅？究竟你嗰個資料嘅來源喺邊度？點解佢哋唔係一種直接資助？如果你要反對今日辯題，你講清楚，究竟你係唔應該直接資助環保基金，定係你認為其他措施就可以啦？其他措施如果有啊，係咪一定同直接資助環保工業有衝突咧？點解我哋唔多管齊下，將我哋呢個有益社會嘅環保工業資助佢哋嘅兩個生存？最緊要今日我哋唔係要同市場做成一種競爭，而係要改善我哋香港嘅環保問題啊！有方同學，多謝各位。無需扣分。現在有請反方二副盧雨晴同學。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幫同學咧話我哋講嘅要同事實根據，咁我哋俾你睇翻有幫同學所提出嘅根據。佢話歐美國家會直接資助嗰啲嘅行業，你哋講緊啲咩行業咧？睇翻資料顯示，佢資助緊嘅只不過係回收業同埋啲高科技行業。有冇同你今日主面一開始同我哋講，原來今日環保工業嘅嘢好廣泛㗎，所有推動到環保嘅嘢都可以叫做環保工業㗎。咁樣你話歐美國家有冇資助翻電膽啊？歐美國家有冇資助太陽能計算機？冇啊！有冇同希望嚟嗰度斷章取義、挖做取種，大聲代表佢想佢。另外啊，有冇同今日嘅立論其實講嚟講去好簡單，第一個佢就係話，因為環保好重要，所以政府就要資助佢，因為緊錢嘛，政府梗係資助佢。但係咁嘅邏輯係咪凡係一啲好有意義嘅嘢，又蝕緊錢，政府就要去資助咧？而家報紙都蝕緊錢，有啲報紙蝕好多錢嘅，報紙仲要大家覺得報紙係公民意識，政府而家唔係直接資助，俾錢啲報商幫佢買報紙。有冇同你今日立論先講呢度？再講，有冇同學將今日辯題畫成咗大圖？佢話環保工業就等於環保。諗下，老婆餅有冇老婆？老婆餅都要好多。環保工業就係當你等於環保。咁我一定話俾你知。而家我話俾你知。我哋啲資料睇翻資料係乜嘢？原來再造紙廠生產再造紙，大家覺得好環保。根據環保署同埋水務署資料顯示啊，一間再造紙廠一年嘅污水排放量就係一間漂料廠嘅2.5倍。呢間再造紙廠，你覺得政府應該懲罰性地收排污費，定係鼓勵佢哋多錢佢？再講啦，今日有幫同學成日同我哋講話標準唔使我哋定標準有專家定。但係幫同學，你今日究竟長嘅目的係咩？如果你連目的都唔清楚嘅時候，又點會定標準？你同我講推動環保嘅嘢，就係環保工業，係你哋主編講。環保工業點樣界定？我啱啱都有寫低，我哋都同意。咁佢即係單車都會係環保工業，因為佢唔需要化學能，佢減低咗唔使排放廢氣，呢個係環保工業嘅。你知唔知環保工業裏面仲有啲乜嘢？仲有咩會員？
原來包括埋呢個惠康清潔滅蟲有限公司，包括香港生產力發展局，包括香港科技大學，都包括環保工業裏面。有冇同學？你哋話唔會直接資助晒，淨係資助部分。你嘅審批標準係乜嘢咧？全部都屬於環保工業，點解你淨係資助慳電膽、資助環保磚？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究竟點解呢個咩邏輯根本唔錯？就我同今日話要資助梗係要錢啦，係嘛？咁你話俾我聽，究竟政府如果要實呢個政策，要市民幾多錢咧？而家你又話俾我知，究竟你資咗間時錢嘅環保業，賺緊錢環保業？如果而家非你冇電燈膽買慳電膽賺唔到，政府係咪要資助佢咧？而家無鉛汽油亦都係賺到會喎，政府點解要資助佢咧？有我同你講清楚話俾你聽，你資助目的、標準同埋界定。我呢度咧錢，如果你資助一間時緊錢公司嘅時候，公司蝕100萬，政府資助幾多？資助10萬、20萬冇用得，一樣冇執笠，一樣幫唔到佢。咁係咪即係佢蝕失10萬，你就資助10萬；蝕100萬，資助100萬；1000億，你就1000億佢？呢個係咩嘢錯？呢個根本就係客度，完全唔合乎商業嘅原則。如果係咁嘅時候，你都要將黃米公司收俾政府做國企。政府係會保證某個特定嘅行業係永遠會蝕錢嘅。我呢度嘅立論既然清晰，佢冇話俾你聽，直資標準係佢仲想話混淆我哋事，話我哋錯，好正確。你話聽佢用錢，有就希望話俾我聽你啲錢會點用，點樣批？其實我方同埋油資都唔贊成直接招環保工業㗎，就算而家有財政好，以後冇財政好，都贊成支持。點解？因為我覺得支持環保工業，直資係幫助到環保工業。陣間再同大家解釋。首先講咩？我同我提問問題，有冇人同我講咩創新科技基金，講咩中學生援助基金？呢啲係啲矛盾嘅問題。環保工業。佢最後嘅一個原則，佢就係話，佢只要換到一啲非牟利嘅。我想有同學清楚一點，我哋今日討論嘅一個議題係有港府兩個字。咁我哋討論呢個議題嘅同時，我哋需要留意，我哋將來同佢界定都應該根據港府嘅定義去作界定。我哋今日討論緊嘅一個港府法人嘅政策，就應該由港府嘅定義入手。唔可以好似有分同學咁隨便下一個定義去作今日嘅討論。其實究竟有分同學今日係溝換咗直資同埋資助兩樣嘢嘅概念咧？今日有分同學出嚟同大家講，話港府現行嘅一切資助，譬如話撥地啊、貸款啊等等，都係要用直接資助。咁有分同學可唔可以話俾我知，究竟除咗精神支持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可以叫做間接資助？主席，同伴在座各位，有同學嘅界定真係有問題啊！佢哋話我哋求其揾一個界定，世貿組織嘅界定係咪求其嘅界定咧？跟住佢哋問我就，如果喺呢個組織向呢個界定底下，咩叫間接資助？早前咧政府就贊助一啲車主將一啲減少排放廢氣嘅措施，係贊助車主而唔係贊助做呢個措施、做呢個機器嘅一個廠商。咁呢個間接資助咯，製造一個促銷，製造一個俾人買多啲呢個咁嘅措施，咁咪係一個間接嘅資助。我有個問題唔明白咧。嗱，有啲同學今日好矛盾㗎，佢就同我講回收業係環保工業，但係咧被贊助其他嘢咧就唔算啦。咁我想問啦，我表弟前排就話要買玩具，佢阿媽買咗數碼布唔俾佢，呢個係玩具，但係佢話唔夠，我哋買埋爆旋陀，我哋買埋極速搖搖，係咪乜嘢都買晒先至為之買玩具咧？有方同學，咁有方同學我想問多你一次清
楚楚，就係話我哋而家資助回收業係咪資助環保工業先？點解要資助晒全部嘢先叫資助環保工業？多謝各位。各位，立法可以減少浪費污染，但係唔能夠杜絕污染喎。今日對於已經造成嘅污染，例如係各位今日台上面用過嘅電論卡啦，如果我哋冇咗環保工業，冇咗循環再造，有冇同學你哋倡議嘅立法教育可以點樣解決呢？係要教育下你哋將啲電論卡抌翻去自己屋企啊，定係要立條法將啲電論卡抌去各位員工嘅屋企呢？多謝各位。因為如果你唔教育唔宣傳，冇人做環保，環保業會執笠。再講，你話俾佢聽，佢垃圾唔知點處理，因為個事實就話俾佢聽，點解你環咗佢接觸回收公司，佢仍然100億賺千幾千萬，好明顯證明咗乜嘢？證明咗只要循環作業有好嘅經營手法，佢仍然可以生存，唔需要政府直接資助。咁一有方同你仍然倡議，我哋要直接資助先可以令到環保業可以生存得到。第三，做完翻有方同學頭先出嚟問啲問題，你話俾我聽，我哋循環，我哋會資助咗循環再造業，或者資助咗環保工業。原來有班同學今日同我哋交換概念，將循環再造業就等於咗環保工業。但係根據你哋開會嘅時候話俾我哋聽，循環保工業有4個階段，第一個就係設計、製造、循環再造同埋節約能源嘅都係。咁到底我哋今日講嘅係循環再造定係環保工業有冇講？大家好，我希望有幫同學留意一點，我哋今日討論嘅係資助環保工業一個工業政策，冇話係資助環保。環保工業而家面對住有啲面對住都係困難，例如佢哋面對住成本過高、缺乏市場同埋管理不善，呢啲先至係根本嘅問題。我哋要幫助佢，應該對症下藥咁去幫佢哋。我想問有方同學係所提倡嘅直接資助，唔係講緊俾錢，呢個先係直接資助。點可以解決到佢哋呢啲咁嘅根本嘅問題咧？我哋應該對症下藥，對佢哋嘅需要先作出佢哋有所需要嘅幫助咧。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多謝。首先我方需要澄清一點，我方從來都冇承認過直資等於俾錢。再者啊，就算我哋只係講俾錢先，一啲公司成本過高，政府直接資助俾錢去買機器又有乜嘢問題咧？跟住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喎，港府從來都唔會資助一啲商營機構啊，咁我就好想問啦，呢個中小企業嘅貸款計劃係唔係資助俾一啲商營機構咧？如果係嘅，咁有方同學頭先講咗嘅立場究竟又係點樣咧？多謝各位。即係評判各位大家好啊！有班同學頭先提過接種做基礎啊，但係唔知有班同學知唔知道接種做基礎已經上個世紀已經執咗啦。你真係跟住我方定義直接資助時候求其啊！咁我想問係咪啊？我哋嘅定義係來自世界貿易組織，講多次係世界貿易組織啊！有班同學心目中世界貿易組織嘅做法嘅定義有幾求其啊？多謝各位。有1分鐘時間進。係，再一次多謝我同學啦。有個同學咧，我哋咧科技大咧就冇作資料嘅習慣嘅。咁其實之後可能同學資料搜集上咧，唔真係唔清楚。資中造紙廠的確係結果業，喺99年結添。不過唔知你知唔知道，佢01年嘅時候已經話我當財嘅注資喺香港重生嘅嗰個情況。如果呢個得兩線嘅時候，覺得好嘅時候，係有外國人肯注資、肯投資、肯做嘅。咁我想話你哋今日我哋講資助係環保工業，我想你係用乜嘢？你係咪賺錢嘅資助，蝕錢嘅資助？賺錢梗係資助佢，蝕緊錢呢個不是一點解要資助？仲有可能我講中小型企業派好唔同，中小型企業係嗰個特定嘅行業啦。政府仲話你知道特定嘅行業有唔同。有請下方同學作其他議題答案。
因為有方同學我哋倡議直接資助環保工業，咁我覺得好奇怪咯。如果有間環保工業公司佢係涉及100萬，咁政府要資助佢哋，係咪即係要全數補貼佢哋100萬？定係只係俾少少嘅補貼，俾10萬蚊俾佢啊？你俾10萬蚊俾佢，跟住照樣時間90萬，之後佢哋始終都會執笠。政府資助佢哋錢，只會白白咁落鹹水海，白白咁流底。政府全數資助環保工業，就等於搞過期，政府少幾多補幾多，只係名為真行無止境嘅支持嘅補助。所以我想問翻有關個別嘅問題，你哋所建議直接資助嘅標準究竟係乜嘢？點樣俾資助佢哋？我俾咗資助佢哋買完機器之後，佢哋唔蝕錢，咁係咪要補貼到佢哋唔蝕錢為止咧？多謝。主席評判在座位，有方同學今日講嚟講去都係單錢。但我真係想問一句，假如你要做生意需要一間屋、一間鋪、一笪地嘅話，我俾咗你，咁都唔算直接資助係乜嘢？有方同學，今日講嚟講去，頭先就話，如果有間廠爭100萬，我哋係咪要俾佢？咁你即係擔心個審批機制等等方面嘅問題。今日我亦都可以話，政府話我讀大學其實1年支出咧就唔止4萬幾蚊，我要10萬蚊嘅。你係咪因為呢一個原因就話，咦？提出要求者提出好高喎，我哋就應該廢除呢個大學生貸款計劃。有方同學剛才你希望你回應翻就係，有方議員竟然話我哋不全面資助就會造成不公平，所以認為我哋冇可能全面資助，所以就反對今日辯題。咁我想問下你，大專生嘅助學金、貸款等等係咪要全部資助晒所有嘅大學生先算係公平咧？有方同學，我哋係有審批機制，點解一定要係全面資助先算係公平咧？有方同學，點解你咁擔心呢個問題咧？多謝各位。自由辯嘅環節。入邊其實呢個立場係乜嘢咧？係你如呢一副所講，我哋唔要直資要價資；你二副所講，我哋唔要直資要國企；定係你三副所講教育就乜都得咧？有方同學，我哋唔揸住嘅原因係因為唔公平、唔自本同埋唔可行。有方同學，嗱，你頭先同我哋講，因為咧佢係牟利機構，但大學生係零風險，係牟利機構。再講點解唔公平？而家有個情況，而家同時有2間環保工業，一間叫節時，佢利潤賺1000萬。另外一間叫立榮，蝕咗幾百萬，政府資助蝕嗰間，對啲唔得蝕賺到錢嗰間係唔係公平嘅？有方同學原來佢哋資助嘅定義就係話牟利嘅我哋唔資助，咁而家中小企嗰啲係咪流緊嚟？點解我哋要資助咧？我哋咪講清楚，中小企唔係一個特定嘅行業，佢係廣泛普羅大眾，我哋都可以受到呢個優惠。如果你淨係特定嘅資助環保工業，有方同學講大話啦！你話我哋環保工業唔係一個特定嘅行業，你自己都講啦，慳電膽又係環保工業，呢個環保專業有幾特定嘅有方同學？有方同學唔好再咁孩子氣啦！我哋買咗爆旋陀螺，已經買咗玩具，唔好再買極速搖搖啦！有方同學。點解係知道佢資助我？你點樣解答我？有方同學，今日你始終都係擔心個審批機制。我想問下，咁究竟我舉個例，大專生係咪要批貸款？你係咪擔心話會唔會俾晒全部所有學生，甚至包括唔需要資助，咁先算公平咧？有方同學，有方同學咪就係呢啲唔公平咯。而家有2間公司，一間賺錢，一間蝕錢，點解政府要承擔蝕錢個責任啊？我哋而家做反方嘅定義係話咩啊？佢話價值就有撥地，咁撥地有幾公平咧？咁咧，我哋倡議嗰啲撥地咧，其實咧就係價值之後嗰類型嘅嘢，同埋我哋冇贊成到你撥地俾佢喎。我哋由始終都係話呢啲法例技術去幫助佢做環保嘅。有同學好常曲解我哋嘅論點。咁我同學想問你一個最簡單問題：你哋究竟資助係點資助？蝕錢嗰啲知唔知道？你從來都答佢問題。有方同學唔相信我哋嘅審批機制，運動員基金都唔係18000個跑渣打馬拉松嘅運動員都資助啦。點解你都唔係講而家？另外，其實今日好多嘅佢仲有教育部，我好奇怪，教育教我哋面卡雙面用，由10特卡變5特卡，但係當5特卡嘅時候，
環保工業執晒冇人回收，堆填區又爆滿嗰啲便卡袋喺邊度？等佢你屋企定等佢評判屋企？多謝。再講就係，而家有啲公司本身賺緊錢，佢係用喺度，點解係要幫嗰啲平民嗰啲公司？市場會自然淘汰佢哋，咁係咪唔公平啊？我想講，剛才我真係好公業嗰個只係牟利，但我想問翻你，究竟你係咪認為環保工業真係對於環境污染問題係冇關係嘅？係一種工業，點解佢目的唔係牟利？我想問環保工業可唔可以為我哋環境污染改善？如果係咁，佢我教下佢點解我哋唔幫助？我有個講點解你係證明咗人喺環保工業點樣可以推動到環保？仲有就係我哋個數據話俾你聽，而家啲廢紙回收廠全部大量做廢紙，即係個意見同埋實驗，咁點解呢啲唔係製造環境問題啫？有幫我有環保固然環保，我就今日嘅反方都唔係反緊條辯題就真啦，佢哋根本都唔知道點解我哋唔應該直接資助環保嘅，佢由始至終係冇一個立場，亦都冇提出反對直接資助嘅原因㗎。講過咯，唔公平、唔自管同埋唔需要，有冇同你哋聽過？我想再問一最後嘅問題，就好似你哋究竟贊唔贊助？有嗰個同學，我始終想問下你，係咪將牟利一牟利就唔理會佢嘅社會界外效益？我想問下你，地鐵公司係咪牟利？地鐵公司一個建立初期係咪需要政府嘅資助？有嗰個同學。資助環保工業嘅目標根本完全唔正確，你哋係想推行環保定係想幫助個工業？唔該，你哋講清楚俾我哋聽。有個同學嘅今日目標好簡單，就係佢能夠對我哋環境污染問題有所改善，我哋就要幫助佢。你解答翻究竟係咪只要牟利就忽略佢所有界外社會效應嘅？有個同學，地鐵公司個例子你點樣解釋？佢係推動個環保，因為佢完全係回收晒啲冇用嘅嘢，攞得去。請問你會點回答咧？環保工業嘅生態好簡單，呢個工業有佢嘅機構喺度㗎嘛。如果嗰個生態可以自己成立咗一間機構，佢可以做一個回收工作，為我哋社會、為我哋嘅環境做貢獻嘅話，咁我哋咪資助佢，亦都可以考慮直接資助佢咯，有幫同學。第一就係今日嘅直資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咧？嗱，我哋今日嘅辯題，我哋反方係用咗港府對直資資助嘅定義嚟到辯論，但係對方同學用咗自己一套嘅定義喎。其實我哋今日講緊嘅係一個香港嘅政策問題，咁係咪你應用翻政府嘅標準嚟到傾咧？第二個混淆就係政府之前嘅目標都好唔清晰，究竟佢哋係想要環保啊，定係想要工業咧？係咪周圍充斥住一啲環保嘅商品，世界就會環保咗咧？定係你哋想香港成為亞洲嘅環保中心咧？第三就係如果有兩個工業，佢哋出產一同一個商品，然後佢哋呢個商品咧係好環保嘅，咁有一個工業佢嘅經營好好，令到佢賺錢；另外一個工業佢經營唔好，令到蝕錢。咁你應該知道邊一個工業嘅佢兩個都資助晒咧？其實如果個工業賺緊錢，你係唔應該資助佢咯。但係工業蝕緊錢嘅話，你唔知道佢嘅利益咯。咁你係咪有好多用唔慘嘅資助佢，而去淘汰咗呢一間經營得好好嘅工業咧？其實今日辯題係環保政策加埋工業政策，其實雙方都有利，雙方都有利，先至先至成立。咁先喺工業方面先啦，呢間蝕緊錢嘅環保工業咧，佢面對嘅問題可能係成本過高啦，經營不善，或者係冇市場冇需求。咁俾一筆錢佢係唔會解決到呢啲問題，佢要轉歸為營個企業本身同埋佢嘅目標市場要有結構性嘅轉變先至。我哋舉一個例子啦，例如97年嘅科網潮咁樣，有好多大公司嚟注資落啲科技公司度嘅，但係呢啲科技公司執笠真係多不勝數。點解啊？因為呢筆嘅錢係唔會令到呢啲公司生存到嘅。如果佢哋生存到咧，佢必須係配合市場先有生存空間。政府係咪真係用直資嚟幫助呢個工業咧？其實係應該對症下藥，以幫佢哋發展嘅喎。如果直接俾錢佢哋，咁俾錢就好似有個人受咗傷啦，然後佢流緊血，但係你又唔幫佢做手術，你3個鐘頭嚟打死嗎啡咯，咁佢傷口一路都冇愈合嘅喎。
搭多啲巴士，揸咁多車，費用係真係超標啦。我哋既然要保護生態節約同減少廢物嘅用途，我哋應該係由政府主動嗰啲環保產品啦，發展環保系統，或者法例嚟到幫助減少廢物，咁樣係對有助環保嘅。其實政府對環保嘅宣傳咁潮有可行，當然我哋其實會有呢個關於環保嘅議題嘅，不能搞環保，你係搞風險，都唔可以操之過急，否則即好似波浪潮咁樣，幾得大幾得就化係出嚟。我哋出面種樹都要俾時間、俾心機去生得靚靚地㗎，我哋俾啲耐性，將呢個環保業、生態環境嘅事越嚟越好，多謝。有請職裝見面李建芬。為咗社會大界民，我哋點
我首先咧，其實好多謝今日咧8位台上面嘅辯論員，因為實際上咧，即係同佢哋開咪講嘢嘅時候一樣，即係的確係有一個好精彩嘅一個辯論嘅過程，咁啊實在係非常之唔錯。而亦都多謝各位啦，你喺嗰個公開討論嘅時間咧，我自己覺得係成個辯論過程比較一個好高潮嘅地方。呢個係令到我哋咧就好緊張啊！哇！聽完正方講完就係喎，好似係喎，哇！又係喎，即係我哋立場都好似好擺實嚟，咁啊的確係做得非常之好。我諗有幾樣嘢咧，大家睇翻辯論嘅，我諗正方也好，反方也好，都睇到其他嘅，即係大家都睇到咧，即係你一路拗幾樣嘢。第一樣咧就係應直接嘅應字啦，係應否同埋能否嘅問題。但係呢樣咧，最邊邊有咧？自普邊對正方有咧。跟住咧，直接資助，大家拗個直接資助嗰個定義咧，無限量擴張咧就會對你着數啲，係咁樣縮窄咧就對你有利啲。咁啊係咁啊死拗，咁啊睇下邊個數邊個啫，係咪啊？咁啊第三個部分咧就係環保工業，呢個部分亦都係大家睇到咧，似乎雙方咧都揾到令到自己有利嗰個核心。咁變咗咧，嗰個拗嘅地方咧先有趣同埋精彩。咁我呢度咧就的確係好無趣。咁啊問題就係話，大家能夠掌握到好重要嘅地方。嗱，我哋自己一路聽嘅時候咧，覺得雙方咧都做得好仔細，包括咧有幾樣嘢我都想強調嘅。第一樣咧，喺個資料搜集方面咧，一路聽落去咧，覺得咧雙方面咧都做得唔錯。不過偶然都有啲資料上面嘅差異咧。咁呢啲咧就成為被攻擊嘅對象咧，以後可能喺一個場合裏面咧，可能叫大家都可能更加要承受。呢啲就可能比較係好，尤其是當大家個叮當碼頭嘅時候咧，呢啲就係取決嘅因素。咁另外咧就係關於幾位辯論員嗰種合作性，我哋呢度係會幾個辯論員都講得係非常之好，即係話大家個歡迎。同埋另外一點咧，我都覺得幾印象幾深刻，就係話咧。我喺唔同嘅一啲嘅辯論嘅過程裏邊咧，我發覺最大嘅特色係咩咧？頭頭答埋出，反方問人哋有冇答過問題，你有冇答過問題，跟住你有冇答過問題？其實咧一路答完咧，我又唔答人哋嘅問題，又問新嘅問題，就硬係咧好糾纏喺呢個過程裏面。不過今日咧我聽落咧，我就覺得雙方都有個溝通，都幾能夠答對方嘅問題嘅。呢度咧我自己覺得啊，其實嗰個溝通同呼應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呢度有以後一啲嘅辯論嘅過程裏面，如果能夠咧，即係響自己嘅論之餘，再去攻擊對方嘅一啲嘅想法咧，呢個係一個響我今日裏面聽一個比較特別同埋比較多一啲嘅溝通嘅方法。咁啊，剩翻我哋俾翻另外一個黃博士。而家有請黃家富博士。我覺得要做大嘅。就即係我係喺香港大學啦，呢個上咁咧就我聽個辯論裏邊內容咧其實就都我都覺得好有趣。咁大家咧就問一啲問題咧，就好多我都資料我都未見過。咁咧就所以我喺即係我覺得呢一個辯論咧，即係好開心去做，咁咧就喺呢一個嘅基本上嘅討論裏面咧，即係完咗之後咧，我想即係講嘅咧就係我希望大家可以嗰個講法咧就係大家有大家有冇留意？大家反覆講嘅時候有兩間公司都係做環保工業，一間公司賺錢，一間公司唔賺錢，資助邊間？我哋個答案咧係兩間都資助，唔係資助嘅。點解咧？因為兩間公司咧都帶嚟一個正面嘅界外效應，大家都會做經濟學。咁我就覺得政府呢方面唔識去答，唔知點做。咁我覺得即係亦都冇討論究竟咩情況之下。
一個嘅即係政府咧應該去做一個積極嘅角色，究竟應該係幾時干預，幾時干預？點解我哋講嘅教育點解私人嘅企業我哋唔去干預？干預有邊種嘅形式？究竟係 in kind、in cash、subsidy 啊？呢啲基本上就係經濟學個根本basic micro。有請大專杯籌委會主席林一宇總監頒發紀念品與眾位評判。首先有請陳後超博士。跟住有請呂漢光博士。接住有請黃家富博士。咁我時候到喺宣佈賽果之前呢，係首先宣佈最佳辯論員。2003年度大專辯論賽第7場初賽最佳辯論員係反方香港科技大學二副。宣佈今日嘅賽果，比賽係1-2，由反方